华盛顿邮报10日根据中国多地的卫星图像以及与受害者的描述报道，中共病毒疫情大爆发后，火葬场排队等候亲人火化是多地出现的现象，多个殡仪馆也已暂停追悼会。家属虽然能在亲人火化前告别，但时间只有2分钟。华盛顿邮报取得由美国马克萨科技公司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包括北京、南京、成都与昆明等多地的殡仪馆都可以看到车辆运送遗体、人们排队等候火化的景象，与2021年同期相比显得频繁。而这些现象与中共官方公布的中共病毒疫情死亡人数不一致。报道引述一名殡仪馆接待人员的话说，在殡仪馆工作6年，从未这么忙碌过。冰柜已满，8个火化炉都是24小时全天运作。由于火化需求太高，报告提到，部分殡仪馆已经停止举办追悼会，只提供火葬服务。国际机构与专家预测，中共病毒染疫死亡人数应接近每天5000多人。多个模型显示，中国2023年预计有超过100多万人死于中共病毒疫情的大流行。中国在中共病毒疫情大爆发的情况下开关，目前已有至少23个国家宣布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加强检疫措施，引起了中共官方不满，并对部分国家采取了反制报复。中国驻韩国大使馆1月10日宣布暂停签发韩国公民前往中国的短期签证。同一天，日本媒体报道称，中国暂停了日本旅客前往中国的签证。中国驻韩国大使馆1月10日发布通知，自即日起暂停发放韩国公民前往中国访问、商务、旅游、就医、过境以及一般私人事务类短期签证，并称以上措施将视韩国对华歧视性入境限制措施取消的情况再做调整。韩国疾病控制与预防局副局长在接受采访时说，韩国高达80%的进口确诊病例来自中国。从去年11月到12月，来自中国的旅行者中，中共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人数上升了14倍。同时强调，该国的入境防疫政策涵盖所有来自中国的韩国公民和非韩国公民，并不只限于中国人。在这项措施中不存在国际歧视。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中国已告知旅行社停止在日本签发新的前往中国签证。此举发生在日本加强对来自中国的旅客进行中共病毒检测规定不久发生的。日本要求所有直接来自中国的旅客在出发前提供于72小时内进行的中共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在抵达日本后再进行检测。中共的报复措施能否奏效？专家认为，恐怕会适得其反。由于中共没有任何的防护准备，突然的开放导致了药品长期的脱销。如今多家药厂已开始研发各类治疗药物，多地招募中共病毒阳性患者试药，但健康隐患令人担忧。1月8日，武汉一家医院招募试药员，临床试验阻断类药物，每天报酬5000元，楼道里排满了应试人员。一位应征者表示，相对于贫穷，药品的副作用不算什么。近期，多家药厂加紧了中共病毒治疗药物的研发，包括山西锦波、先生药业、俊实生物、科信制药、众生药业等。全国各地一些医院也将协同临床试验。有网友建议，不要去做职业药人，有人为了挣钱到处去试药，后来肾衰竭、肝脏也出了问题。海外病毒学专家担忧，中共推出国产的口服药阿夫斯汀可能会激发病毒株突变，人为造成更严重的灾难。阿夫斯汀是针对 S 病毒的，它有致癌的毒性、遗传的毒性、生殖的毒性，人们吃了以后对肝功能、肾功能的影响非常大，甚至衰竭。现在中共把这个药物单独拿出来针对中共病毒，带来严重的后果就是此药物一定会激发病毒的突变，所以当大面积的人吃了这个药物的时候，人为的进一步促成病毒的突变。1月10日，美国众议院以365对65的压倒性票数决议设立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新任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表示，美国信任中国的时代已结束。该委员会将致力于应对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略竞争，由来自两党的16名议员组成，共和党议员加拉戈尔担任主席。加拉戈尔强调，中共构成的威胁不是抽象的，中共的侵略性不仅体现在台湾、南中国海和香港，甚至新疆。
表示中共的恶意威胁已经严重渗透到了美国本土，中共动用全方位的力量，企图削弱美国，并最终取代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中共盗取美国的知识产权、技术、工业能力，在美国国土上，中共通过境外极权主义打击华裔美国人。中国特别问题委员会去年由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提出，在当时的声明中称，中国共产党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